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？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去到伊的办公厅门口尔，甲3个人相闪身，迄3个无依无依，鼻仔蒙咧要走。我一个入去尔，讲兄，今日敢有3万的冠军茶来请？有啦，哪会无？啊，头拄啊，迄3个国情啊，你敢若拗咧嘛知？台湾话一音的动词拗，拗就是讲用目尾安尼小闪一下，小缩一下，就知影情形咯。当然，这个汉字是国情去查大日大词典内底所写拗的写法，因为目前现代的词典拢无写这音呢，所以我提出来照用，甲你互相做参考。台语一音的动词咧讲拗，目睭缩一下，国情啊甲讲，我看迄3个吼，敢若生前面的呢，生毛带角，对，倒打牵拖啊，迄个落切囡仔，简单讲就是佚佗啊，毋正佚佗啊啦。来遮要甲我创啥？你敢知？讲兄，你无讲我哪会知？头拄我也无听恁对答啊。因甲我讲啦，讲蔡先生，国兄本姓姓蔡。你这项节目做了，就有影袂歹听吼。啊，阮这兄弟啊吼，拄我即马当伫咧困难，毋要来闪巴肚边，对，确实就是要来抢的。台湾话咧讲抢，原来一音的动词，即句抢对倒位来？目前社会拢咧流传，抢就是对抢下来。来遮要抢下咧，头拄我在咧讲，要伸长手要摕所费的就对啊。我讲兄，啊你有落卵无？我哪会使落卵？我倒啊甲断了。讲若要啉茶，我把炮来请。啊，若要来遮落所的无啦。咱是法治的社会，较等的，弟无啊甲恁忘去倒的。即句忘，原来台湾话一音的动词，咱知影，用网仔咧忘鱼，即个忘，你若讲兄弟人以为咧讲。讲起哦，警察代志应该忘去，当然就是掠去关，就是落网啊。啊，讲遐当着人来遮，甲伊闪巴肚边，伊无落卵。人欺门大户来到位，伊无惊吓。以前直接用台湾法律、法治社会角度来甲对方对谈，讲警察甲恁忘去倒去，毋通做即个闯祸代志。安尼先有通。第底下故事就你探讨，台语敢若一音哦，一音的动词发挥出来。艺术进入内涵的所在。